大家平安，欢迎来咱2026年生活书写就是文学的经典系列讲座。今仔日7月19是小爱甲怡欣会分享因的故事，要来甲咱讲因的书写经验。我叫小爱，今仔日咧我是书写者，嘛是其中一个讲稿的人。安尼，伫咱演讲起稿进前，我要来用几分钟小解咱的主办单位高雄文学馆，阁有台文博览会。所以今仔日若是定定咧听咱的讲座的朋友，就会知影。我其实是做书写者有一段时间啊，无错，因为我是咱台文博览会志工啊，真欢喜有即个机会会当做书写者。咱台文博览会到底咧创啥物咧？咱逐个月拢有全台语的讲座，亲像今仔日，咱有台语文的课程，咱阁有台文的读册会，阁较济的资讯，请扫正手边下骹即个 QR code， 入去内底就会有足济资讯通参考。7月活动放送站，咱有一个真大的台湾文学节，咱甲6月27就是陈雷生出世，阁有离开即个世间的即一天，定做台湾文学节。今年的台湾文学节，咱伫高雄文学馆有为期2个月展览，咱的展览台文通信的故事，阁有台语文是安怎将近200档案的行来的历史。咱8月的时阵有2场的专人导览，请大家把握机会。咱8月初1会有张学谦教授，8月15会有陈木真教授，现场拢咧下晡4点半到5点半，甲大家特别导览。扫即个下骹即个 QR code 入去，咱会看到物资的价格。咱即马因为咱的物资阁小欠缺，需要大家来斗相共来相挺。咱有几落个物资的方案，咱支持即个价格。博览会即边会送纪念品，会有白纸，也是 L 型的叶仔，也是红布的牌仔。看大家物资的迄个方案无共，礼物的无共，欢迎有趣味的朋友会当扫即个 QR code 入去参考。咱即个规年的价格，阁有另外一个是含作家单位的作品开讲。咱即马拢知影，单位先足重要，所以咧，即几档的含单位作品开讲，是咧2礼拜会举办一届。拜4 7点半到9点半，会伫咧高雄的鼎汉册房。头1点钟，主持的书写者讲师会带大家做伙读陈雷生的作品。第2个点钟，大家就轻松开讲。我有看过迄个鼎汉册房，伊的空间真舒适哦，大家坐咧就敢若咧厝里共款，咧厝里客厅，一个全台语的环境，非常的稀罕足难得的。欢迎趣味的朋友扫倒手边即个 QR code， 即个活动阁会使参加台语家庭的1点。阁来就是咱逐个月拢会有诶系列讲座，今仔日就是由我小爱，阁有另外一位讲者怡欣，阮来讲阮诶书写经验。咱逐个月第2甲第4个拜1，拢会有台湾文学读册会，伫咧暗时诶8点到10点。即马咧，咱咧读的是杜信良的《放毒小说》。杜信良是台湾的中生代作家，伊的作品有真侪类型，有出绘本、有诗，阁有小说。
即个放毒伊是汉字甲罗马字难写，所摆朋友恁若是还袂晓读白话字嘛，袂要紧，欢迎做伙来读，大家拢会轮流主持读册会。朋友恁若是已经会晓白话字，安尼非常推荐来，咱逐礼拜三拢会有举办的找台语读册会。即马现主时咱咧读的是张如峰教授的阿凤伊的5度的空间，即本册非常的趣味，逐篇拢短短啊。咱若是买着第二个版本，就是上新的版本，伊逐篇个会附一个 QR code， 扫入去了后会当听到有声册，会当听到真水真美丽的台语。欢迎有趣味的朋友做伙来读册。过来，咱有单类的乡事补记读册班，即个读册班是俊阿先生带读，每礼拜四的7点半到9点半，总共13摆。即个课呢嘛是长期的，咱会甲即本乡事补记读了，家己读有时阵感觉足困难的，到底是伊咧写啥，看拢无啥有，尤其咱的台语的经典也是无拍了真好，毋过有先生甲咱带，咱讲毋对的所在，先生就会随甲咱讲。咱讲煞了后，先生阁会读一摆互咱听。所摆欢迎各位有兴趣想要精进家己台语文能力的朋友，做伙来读单类的乡事补记。咱阁有甲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做伙协办活动，咱有5个读册会，分别是台湾念歌读册会、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单名人台语文学读册会、绘本读册会，阁有俗语读册会。欢迎各位有趣味的朋友会使直接到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的买奖页顶悬参考。以上就是咱所办的活动，欢迎大家到支持到3天。过来就是本人小爱要来甲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小爱讲故。今仔日足欢喜有即个机会，会当伫遮甲大家讲我的故事，就是讲我是安怎写台文的。当然毋是佚头就直接写台文啦，伊一定是有一个真长的一个故事安尼。哎呀，无说你，互大家先看着我要讲啥。好，即个才是头一啊，就是迄阵志婷甲我讲，要请我来讲即个主题的时阵，我迄阵就想讲啊，即个系列讲座叫做生活书写就是文学的经典。安尼其实我咧做的是生活书写，大家拢会使做生活书写，文学。可能每一个人对文学拢有无共款的定义，一个作品有好甲互人变做文学，亲像陈瑞生也是人生因的台湾的文学，伊会当留足久长的，咱大家读的时阵会有迄种共同的情感，这是需要不断的练习。所摆咱即马咧做的，我想我即马咧做的就是我用我家己会晓的，敢若咧贴合。装仔角共款，我可能即马敢若咧用红毛头咧做装仔角，袂要紧，咱就是豆豆为即个基础来做，无一定会诚做文学，毋过会使留下记录。若是大家拢咧做的时阵，咱的台湾的文学的经典，咱的即寡台文的记录就会愈来愈侪，伊会互咱的咧公共的场所。会搁较常看到，嘛会互咱的台语文写、听讲、读写台语变做足事上，就是正常化、生活化的代志。所以我感觉这是非常好的。我的题目叫做“台语猫咪甲政治”，我会先为政治来讲。我感觉，我会想要讲台语，是写台文。也是做甲台语文相关的活动，这其实是受到意识
甲我诶想法有足大诶关系。我一定是先有即个意识，认捌着讲，即件代志是足重要诶，台语是重要诶，台文是重要诶，甲台语文传落去是重要诶，我才会来做即件代志。啊，是安怎我会感觉这重要？即个政治诶部分，即个启明其实是甲我诶家庭背景有关系，甲我厝内诶教育有关系。我头一句写讲台语，亲像照镜，互我愈来愈熟悉家己。其实曾经我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高中诶时阵，我曾经就排斥讲台语诶。迄阵我就会想讲，我哪会无想要讲台语？敢讲我看轻即个语言？安尼我看轻即个阿公阿嬷、祖公祖妈、祖公仔、祖妈讲诶语言，安尼我是毋是嘛看轻我诶祖先？想到遮诶时阵，就会感觉即个想法是毋对诶，啊，才会去调整家己诶即种价值观。我即马就是一个，我感觉是练习用台语来生活诶台湾人。我讲到家庭诶影响，我是1986年出世，上好，所以我出世诶时阵已经是搁过当年就已经台湾解严，就是即个社会气氛是足侪足侪人拢会想要追求一寡以前袂当做诶代志，即马拢通做啊。我印象真深诶是1994年诶时阵有台湾省长诶选举，迄阵还袂亲像即摆已经无省啊，迄阵阁有省长啊。头一届诶民选诶省长，迄阵选举就有陈定南，陈定南迄阵发出诶口号是400年来第一站，第一站，要将台湾变青天。你看这是偌年啊有迄种。就是伊展现台湾人想要追求民主的迄种决心，就是400年来，因为咱一直互无共的政权实民统治，即马咱会使家己做主人啊，所以我要将台湾变青天。迄阵我感觉即个口号，我到即马拢抑阁会记了足深的。阁有一个语言，伊其实就是文化的展现。即个语言保存的物件，伊啥物物件是上凸显，一直互人讲起的，就是即个文化足价值、足核心的物件。亲像我讲选举的语言，当选是安怎念另外一个政党、别个政党的人，大概到选举嘛，一定会发当选，因为这就是台湾人。台湾人以早无啥物法度会使家己做主人，选举是其中一个大家较知影的法度，所以大家就会对大家来讲真要紧，大家就会真。其实毋是所有诶人，毋过足侪人就是会认为讲会当利用即个诶机会翻身做主人。所以我想，阮老爸甲老母，阮爸爸妈妈嘛是安尼。阮兜是开店，毋过，阮爸爸袂较无亲像大部分做生意人会感觉讲，有一寡人是无爱甲家己诶政治诶倾向讲出来，因为感觉。咱就是爱甲大家拢好，安尼才趁有钱。啊，阮爸爸妈妈是无安尼，阮老爸是会直接甲，可能就是迄阵陈定南要选举，伊是会直接甲陈定南的文宣，也是名纸，就是会直接囥喺阮诶柜台遐。啊，甚至嘛会阁租场地，就是邀请演讲家来演讲，互阮地方诶人。迄阵我住伫咧台北县诶邦桥。就是互地方诶人搁较了解即马诶社会是遇着啥物问题。迄阵阁有请过林湘博先生，毋知影敢有咧线顶诶朋友有听过即个先生？伊即马较无出来，毋过伊进前是嘛是嘛是一个作家，啊嘛真有演讲诶一个，我感觉算是嘛是思想家甲文学家诶结合。一直到后来1988年诶时阵。1998年诶时阵，迄阵我已经12岁啊，嗯，迄阵是台北市长诶选举，
台北市长的选举，这是第二届啦。伊头一届是1994年到1998，头届选举的时阵，迄阵我搁国小，所以我有摕过迄个迄个奖杯顶悬是有印淡水扁市长的迄个名。啊，迄阵淡水扁伊画的口号是有梦上水，希望上水。其实因是用台语咧思考即个口号的，因为伊用中国语读其实无押韵啊，无啥物押韵啊，毋过用台语读就是押韵安尼。啊，我想我讲到遮是要讲，阮厝呢就是会关心政治安尼。后来阮老爸感觉讲，咱袂使干那挖靠，某一个政治人物，咱应该是互全体，就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有一个意识，因为咱选举嘛是大部分的人选出来嘛，票侪的人赢嘛，啊是安怎，咱要安怎改变迄个选举的结果，其实是普遍的人民有迄个共识，所以后来爸爸就转去做社会运动啊。社会运动迄阵呢，1994年有一个真大的新闻，就是迄当阵的立法院，伊一届就通过8年的核四的预算，就是核四厂的预算。啊，其实核四厂对台湾来讲，其实是无安全的啦。这，应该是讲，迄当阵即件代志发生了后，社会上，就有一个人。叫林美容，伊就认为讲，即个代志，伊对社会有遮尔社会大部分的人的性命财产有遮尔大的影响。毋过，遮立法委员就安尼几分钟8档的预算就通过，安尼是袂使的。未来即种对台湾全体有影响的重大的公共政策，应该爱互全民来投票。所以迄阵伊就发起一个叫做核四公投，啊，阮老爸就真认同即个理念，就是人民做主人即个理念公投。所以其实即个团体伊的目的，毋是要去证讲核四厂是好诶，还是歹，因为这有足侪专家，因会当去开足侪研讨会，甲大家说明。伊要讲诶主要是人民咧重大诶政策内底安怎做主人，安怎。展现主人的欺骗，毋是讲拢是政客决定安怎就安怎。所以自即件代志以后，即个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啊，重大的公共政策应该爱互全体人民公投决定。即个想法我嘛是足细汉就有啊，因为阮爸爸就咧做社会运动，所以会使讲阮爸爸伊的一寡对政治也是对社会的影响的想法啦，就影响着我，啊嘛影响着阮妈妈，啊，搁有阮哥哥，就是阮厝里的人，所以是一直到我大学3年的时阵，搁有一项较特别的，就是我大学迄阵是读铁学系，啊，阮系的人有足侪人，伊拢是父母主动因读，也是讲考掉了，父母就会一直叫因转系，也是因本地就想要转系安尼。啊，毋过我的情形是，阮父母拢支持我去读铁学系，而且有足侪书我是咧阮兜就已经有诶，就是我感觉这是阮兜较特别的所在。啊，阮老爸嘛捌甲我讲过，讲即个世界上有比趁钱较重要诶代志，所以我是咧即款诶环境大汉诶。我迄阵大学诶时阵，大学3年诶时阵，逐个即马讲着学生运动，较知影诶可能是日头花。伫咧日头花进前，阁有一个气泡，就是野草毋运动。迄阵2008年，因为陈云林来台湾，啊，伊咧台北，啊，结果警察就出动，就是行政院就互警察出动，啊，警察就组织足侪摕迄个车轮旗的国旗的人啊，啊，阁有迄阵中山北路嘛有一间唱片行咧放台湾的歌谣，伊就叫伊袂使放，因为即件代志。
啊，迄阵有一阵学生就感觉讲这是行政滥，就是行政因滥用因的权利，所以就去抗议啊呢。我印象最深的迄天，我倒去厝诶，阮老爸就问我讲，我一倒去厝诶，阮老爸就问我讲，啊，今日恁学校有一阵人去行政院抗议，啊，你敢有去？啊，我甲讲，我无去诶，我去上课啊，因为迄节课我若个无去上，可能无法度过安尼。结果阮老爸就甲我讲，你哪会遮尔，就是哪会遮尔无关心社会意思着讲，就是安尼。所以我就因为互伊刺激，我就过转工我就随去啊。过转工去诶时阵，迄个战场已经转换到自由广场啊。啊，后来当然即个学生运动是失败诶，无得到啥物成果。啊，毋过迄当阵诶一寡运动诶头人，因有一寡是转去因诶故乡去亚经济，有一寡出国读册，啊，有一寡后来着咧日头花阁有出现安尼，大概是安尼。啊，这就是我甲阮老爸诶互动情形。啊，一直到我大学3年诶时阵，迄阵阮老爸就是着癌，所以差不多2年外，伊就过身啦。啊，即件代志对我打击算真大，就算讲到即马已经过16冬啊，我嘛是定定会想着伊，定定会感觉讲啊，若是伊伫诶，毋知伊会讲啥安尼。毋过因为迄阵阮两个人有约束好，就是我要出国读册安尼，所以伊过身4个月了后，我就出国读册啊。我读册诶所在伫美国上西州，即张是美国地图，美国上西州就是即个红色诶即点。伊有偌细咧？其实伊嘛无偌细啊，伊是美国上细，啊，伊是差不多台湾诶11%，你就想差不多台湾诶1/10，啊，伊诶人口咧差不多台湾诶5%，安尼会大细。啊，伊若是甲伊放大，伊就会变成像倒手边下骹即个安尼。伊是有足侪岛屿安尼，所以遐就是外海，因为伊咧东华嘛，外海啊有足侪迄种大粒石头啊，较亲像咱东边诶迄种海岸，所以顶悬有一寡城堡，有一寡有钱人会咧遐起城堡，啊，若是观光客去遐会使买门票去参观有钱人诶城堡安尼。我迄阵就想讲，即个所在就是老人甲海，我真介意即个岛，我咧遐读硕士啊。有一工，我即摆就要讲着猫咪啊。有一工，我硕士班的同学就甲我讲，迄个我有一只猫咪，你敢会使帮我斗照顾？因为我要搬厝啊，我要搬去一个新的公寓，啊，新的公寓无适合饲猫啊。毋过等我搁找着新的头路了后，我就会甲我的猫咪接转去，我就会换一个所在住。啊，我就讲安尼哦好，啊，毋过我无照顾过猫咪呢。啊，你一定爱甲猫咪接转去哦，因为我是国际学生，我读完了我要转去台湾，你一定爱来接无？啊，讲好。结果我就猫咪送来厝里了后，因为我毋捌一个人饲过猫咪，我从来毋捌一个人饲过猫咪。啊，我迄阵毋知影要安怎做，我就甲我的客厅全部收甲足清气诶，干若剩地毯。啊，我就想讲啊，安尼头一暗，即只猫咪拄来应该是足惊诶吼。安尼我就甲伊做伙，咱调调困咧咱诶客厅，安尼应该感觉足温暖。我就安尼想，所以我就甲所有物件拢放入去困诶迄间房间，啊，甲客厅拢用互空空。结果过转工我精神诶时阵，发现客厅哪会干若我一个人啊？结果我入去房间看，就看到即个画面，就是猫咪倒咧我诶眠床顶。啊，迄阵我就知影谁是老大，就是你要困客厅，你家己去困啊。客厅也嘛无被嘛，啊涂骹嘛顶顶，所以后来猫咪就变主人啊。特别的所在就是
自猫咪甲我做伙大了后，我头一句话，我甲伊讲的头一句话就是台语。我自头到尾拢甲伊讲台语。迄阵我就感觉足奇怪，我就问我家己讲，奇怪，我即马伫美国呢，即只猫咪是美国猫呢，伊的主人嘛是美国人呢，我是安怎会甲伊讲台语？我就一直想即件代志。后来我就分析，我认为应该是因为我甲猫咪当做我的查某囝。迄站我甲阮厝里的人，我甲阮阿母讲电话啊，也是用迄个用 Skype 会当看着面安尼通电话的时阵，阮拢是讲台语。我就想讲，是毋是我就是甲即只猫咪当做我的查某囝，就是足自然的，我就甲伊讲台语啊，应该是即个关系。这是我家己的分析。后来咧，过了5个月了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信息，就是我迄个研究所的同学传互我，伊甲我讲，歹势，我无法度去接猫咪啊，请你甲猫咪载去带去收容所。迄个时阵就是你看到正边即只猫咪，迄个时阵就是我接到迄个信息，我就开始流目屎哦，我就一直流目屎，我就甲伊讲，你搁笑会出来，你互人放杀啦！我就安尼甲迄只猫咪讲，即只猫咪搁可以，我就讲你搁笑会出来，你的主人甲你放杀我迄阵就想讲，哪会发生即种代志？后来我研究所的同学才甲我讲，我迄阵逐家拢知影即个查某囡仔应该是咧骗人的啊，敢若有你相信？无办法，咱就是调直的台湾人。我哪知影伊是咧甲我骗？伊就甲我讲，伊会甲猫咪接转去啊。非得，后来伊就无甲猫咪接转去，后来猫咪就搁继续甲我住。毋过因为安尼，我嘛加一个机会，就是甲另外一个生命。我感觉动物甲人共款，伊就是即个生命，伊嘛是有因的灵魂，所以只不过伊毋是用咱人讲的话，毋过我甲伊讲台语，我感觉伊嘛听有呢。嘛有可能伊是感受着讲即个人的迄种态度，对伊的态度，伊去分别讲即个人是好人还是歹人。为伫咧，猫咪后来就甲我住，过来我就讲着台语。后来我有甲猫咪带转来台湾，小等若是阁有时间，才来继续讲即件代志。即摆讲我转来台湾了，我读完硕士了，我转来台湾。转来台湾无偌久，我阁有一个哥哥，阮哥哥就结婚生囝。阮哥哥结婚生囝了，我就变阿姑啊。迄当阵因为有猫咪的即个饲养的即个经验，我就决定安尼我甲我的孙仔一定嘛爱转台语啊，无因哪会晓讲台语，对无？所以我就决定要甲因转台语。毋过迄当阵我阁甲阮老母住伫台北，阮哥哥住伫台中，所以咧拢是因若有转来台北，也是阮转去台中才会见着面，我才会讲台语嘛。其他的时阵我嘛是上班的时阵，我嘛是继续讲我的中国语言的。甲阮老母可能嘛南参，迄阵我嘛无意识着讲我台语对我有偌重要，我只是感觉我甲囡仔爱讲台语，无伊就袂晓讲台语啊。后来咧。有朋友捎解我一个头路，就是咧一个台语电台做工课。迄阵入去台语电台的时阵，因为是迄个环境，就是拢是台语的节目，甲台语的音乐嘛。有时阵需要拍广告，不管是商业的广告，还是公益性质的广告，就是有广告需求的时阵，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拢爱斗卡斗一个角色。迄当阵拄好李明哲一个社区大学的讲师，嘛是一个算是社会运动的人士，伊去中国，结果互中国迄边掠去。阮就感觉讲即件代志真要紧。阮就是一直有咧关注伊，嘛是有做一寡访问，互关心伊诶人会当甲即个消息，互搁较侪台湾人了解。
后来，阮又想到一个方式，就是做一个叫做人权礼拜三诶，毋是节目，因为伊足短，伊敢若算是类似广告安尼。毋过伊就是逐礼拜诶礼拜三，拢会录一段差不多1分钟到1分半钟诶，甲人权有关系小知识也好，小知识也好，所以可能会了解人权博物馆啊，了解诶日本时代诶统治啊，也是了解李明摕互人掠去，就是了解甲人权相关诶。啊，迄阵我就有负责即个小单元。咱知影讲，其实你要讲1分半钟迄个录音，你要录1分半钟，你诶文字稿嘛，差不多爱 A4，差不多爱2/3吧。迄阵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袂晓讲啊，有足侪代志拢袂晓讲诶，要安怎？迄阵呢，阮诶电台有一个先生，其实有几落个先生啦。我就去请教遐个台语先生。遐其中有一个台语先生，伊其实是伊是教育部内底组字派的，就是教育部有一寡台语字组字嘛，有一寡字是伊做诶。我后来才知影，毋过迄阵我头摆接触台语，我就想讲，我毋知这要安怎读，我就请迄个先生甲我教。伊嘛有教我白话字，毋过伊嘛有教我大部分就是伊教我讲即个汉字安怎读安尼。这就是我接触到台语诶师资诶部分。迄当阵我就感觉讲，我对台语遮真欠缺。毋过我去参加足侪活动啊，遐个活动不管是讲座也好，也是演讲，大部分参加诶人可能本身就是已经是先生人啊，无就是因厝里有囡仔，因是家长，所以因注重台语。较少参像我即种嘛，毋是。毋过我迄阵算是咧做甲台语相关诶工课。后来我就换一个头路，我换到一个台北诶专英语诶学校。毋过咧，迄个学校内底，我就感受到学生学生学了足痛苦诶，因为迄间学校其实嘛是类似参像补习班安尼，只是全部拢是英语诶补习班。学生若是甲我讲伊无想要读啊，伊感觉足痛苦诶，我拢会甲伊讲好，安尼你爱转去甲恁爸爸妈妈讲哦，因为恁诶钱是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甲恁报名。我嘛毋知阮头家敢有看着，毋过我拢会安尼甲囡仔讲，因为我想讲，我了解因无想要踮咧遐迄种心理。后来我就感觉我足无介意补习班诶迄种气氛诶。嘛因为一寡代志，我就决定我要离开台北，即个充满互我伤心诶故事诶所在，我要来去台中去找阮阿兄，所以我就去台中啊。结果到台中了后，我迄阵就有一种想法，我就决心我要来全台语生活，就是不管看到啥物人非得我讲话拢要全台语啦。非得因为阮哥哥住台中，我定定会撞着3个孙仔嘛。其他诶我就试看觅，不管做啥物代志，就讲台语，就试看觅。所以我去迄种超商啊，我嘛是报电话，我嘛是报台语。后来竟然有人就直接甲我诶电话背起来，我毋知是因为伊感觉安尼较，就是安尼较轻松，还是我毋知。毋过嘛有撞着人，就直接甲我讲伊听无啊，安怎安怎诶。这是咧台中过全台语诶生活。毋过伫台中过全台语诶生活咧，迄阵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讲，安尼我来用台语甲英语好啊，做一个结合。其实即个想法实在是有够无实际，因为你看即个市场有偌细，学英语诶人，佮就是听有台语诶人想要学英语，有偌济。我家己诶台语嘛无介好啊，所以我迄阵想讲好，安尼我要来增加我台语诶能力。
安尼我是毋是爱来报考迄个认证？我就来去报认证。结果咧，我就咧一个群社群，迄个社群咧嘛是一个教育部的先生人伊设立的。迄个社群内底有得要5000人，就是足济可能已经做先生，也是想要做先生，或者就是对参加认证、考过认证即件代志，注心的人拢咧内底。啊，我就加入迄个社群。有一工，我决定要考试啊。有一工，我就看到一个广告，迄个广告就是考前的迄种考前的冲刺班，我就足欢喜的，我就去报。后来结果咧，即个冲刺班是台文博览会，我毋知影，我后来才想讲，是安怎咧台文博览会诶广告会出现咧遐位置，我就咧遐看到啊，我就想讲，哇，即种班诶，足适合我诶，我就来去报名，我就来去互位啊。入去了后，阮迄班敢若8个人，敢若8个人诶款。啊，阮诶先生有足侪即无共诶课诶先生，就甲阮问讲，恁拢参加倒一种认证啊？结果敢若我是参加教育部诶，教育部诶认证。啊，其他诶，我甲另外一个同学，其他诶6个同学拢是考白话字。啊，迄阵我就想讲，哈，啥物是白话字啊？啊，敢若我甲另外一个同学是参加教育部的嘛，而且迄个同学伊本来嘛是要考白话字，只不过因厝里的人甲伊报毋对啊，因为伊是咧外国转来台湾考，结果因厝里的人甲伊报毋对，所以伊本地嘛是要考白话字的，安尼就变做7个人拢是要考白话字，敢若我一个人是考教育部。我迄阵就想讲，安尼即个白话字到底是啥物物件？是安怎我毋知影。迄阵咧电台诶时阵，大约我知影，毋过感觉足复杂诶，就想讲是安怎白话字，搁叫罗马字，搁叫，就是足复杂。我迄阵感觉即个世界有一点仔复杂，所以是一直到我上迄个准备考试诶迄个班了后，我就决定讲，好啦，我考煞即个教育部诶了后，我就要来上即个台文博览会办诶白话字诶基础班，所以。我就考完试了，我就去参加基础班。同时阵，台湾就咧兴起罢免，主要是因为立法院迄阵上乱呐，法案重要的法案一直无过。咱即种关心政治的人，就会感觉讲这真正毋通，就感觉阮即马住台中的第4选区即个廖伟雄非常的欠霸。所以我就加入迄个罢免的团体，我就拿上白话字基础班，拿参加罢免团体。正手边下骹即领就是阮迄阵的迄个罢免的衫，阮是做类似敢若迄种日本料理店有人讲看到的想要甲你买迄个鳗鱼便当，就是迄阵甲一寡友子啊。毋过咧内底。嘛，就是我咧内底当然嘛是讲台语嘛。迄阵因为大家拢穿即领衫，我就想讲安尼应该会分毋对啊，所以我就咧迄个后壁遮青色遮暗领遮，我就写白话字写我诶名。迄阵我才学会晓我诶名白话字安怎写，所以说摆我就家己写咧我诶颔棍后壁。有一届有一个。志工就是罢免的志工，伊看到迄个名，伊就叫我小诶，我就甲讲，我是温诶，我是冰诶，我就甲介绍讲，即个是白话字，伊爱读做小爱，伊就足歹势，我甲讲袂要紧啊，因为咱无学过嘛，我感觉你已经足接近啊，我感觉小诶嘛袂歹，所以就是头一逝即个一边上台语，一边参加。罢免运动，所以迄当阵我诶先生是考过，所以我才有甲伊诶相片打出来。所以我真感谢考过先生，伊互我头摆熟悉白话字，阁有伊上课足趣味诶。我记诶即个咧，就是我咧衫顶悬写白话字诶名。后来我竟然撞着另外一个志工，伊看有
看有诶人就会主动来找你，啊，甲你讲白话字诶代志。伊就讲哦，你嘛有上白话字哦？我讲我即马才咧上，啊，就是会开讲一寡白话字诶代志。我嘛足运气足好诶，阮爸免志工内底有迄个台中诶共学团诶妈妈，一个叫拉拉，就是因已经有台语共学足侪年啊，嘛有办台湾人学校，所以迄个妈妈嘛是拢讲台语安尼。啊，毋过毕竟讲台语诶人嘛无亲像讲中国语诶人遐尼济，所以我主要甲我诶工课是摆咧顾阮诶迄间卫生公，迄间总部，就是有人要入来签联署诶时阵，我就会甲因接待安尼。结果有一工有一个太太，伊就迄当阵我就有时阵会怀疑讲，我安尼一直讲台语敢对？因为若是我个人，我当然会使家己讲家己欢喜。毋过我即摆其实想要催杀一个，就是要甲大家讲罢免即件代志足重要。啊，我是毋是应该把我家己个人的语言的偏好、个人对语言的使用的习惯囥边啊，爱用一个大家较有法度接受。我迄阵咧丢度，因为有时阵就是家己的自我怀疑嘛。一直到有一工，一个太太甲我讲，伊讲小姐，我甲你讲哦，我转去甲阮囝讲，我迄工去台中迄个会成功签迄个罢免联署啊，迄个小姐甲我介绍，伊自头到尾拢讲台语呢。我甲你讲，以后你转去嘛爱甲恁囝讲台语，啊以后我甲你嘛要讲台语，就是迄个太太甲我分享即件代志了，我就感觉就是我要坚持落去，就是有时阵咱感觉对诶代志，咱是坚持安尼啦。虽讲会有别人诶想法，啊，毋过咱嘛是会当态度温和啊，坚定诶继续坚持咱感觉对诶代志。上完因为罢免诶关系，考过诶课我大概三届到4届，我就无去上，因为迄阵就是去处理罢免。后来咧，基础班结束了，我就去上下美，即边有伊诶相片，我就去上下美诶进阶班，白话字进阶班，伊就教较深入诶，就是台语诶一寡文化，佮有历史。我感觉我诶迄个接受度非常诶悬，就是我嘛认为讲台语是有台语诶文化的，毋是讲甲所有诶中国字用台语诶念法念出来，伊就是台语啊，毋是。台语是有台语诶语法，佮有台语诶理路，所以即点对我诶影响嘛真大。亲像是安怎，我要讲护卫，毋是讲报名咧，因为报名是甲我诶名报出来。类似即种诶，是安怎我要讲头摆，我讲第一诶，因为咱咧台语内底其实咱会安尼讲头一个、第一、第二，类似即种诶，我感觉即部分诶知识对我来讲非常诶实用，所以感谢下美先生。过来咧，我就参加读册会，因为就是会晓学习白话字了后。想嘛无法度直接就过渡到写，因为我阁是咧听讲读，就开始读，所以我就参加读册会，啊，熟悉一寡其他诶友字。参加读册会，我就有参加着，我即马有诶就是乡事补给诶读册班，啊，阁有拜三诶找台语诶读册会，啊，阁有拜一2礼拜一届迄个。杜信良先生的放倒，我就参加3个，因为就是爱为读别人的作品，啊，佮吸收一寡物件嘛。因为即马头壳就是空空迄个状态。后来咧，迄个正迄个我讲造字派的先生，伊有讲一句话，我无啥认同伊造字的即部分，毋过伊讲一句话，我感觉即句话真好，所以甲捡起来用。迄句话就是要做总铺师，倒先活互来。所摆咧，即马也毋是总铺，毋过先甲工具准备好，先甲家私。所以我的家私就是即个 TJ 台语白话小书店。因为一定会碰到足侪袂晓诶嘛，一定爱查嘛。啊，过来就是 TJ 中大字书店，又阁是袂晓诶，一定爱查。
过来就是手机啊爱装拍台语，这就是搁感谢下笔先生。过来咧，袂晓诶，就是去查即摆已经变做找台语 Plus 诶书店啊，就是咧网络顶悬。袂晓诶就查，查1932年诶，是安怎爱查1932年诶？因为迄阵诶台日大书店收入去诶台语，无受到中国语诶影响，迄当阵诶台语诶文化较是正台语，所以遮就是我诶工具。当然，迄个读册会嘛是啦，搁有咧，就是家己袂晓写就看后人安怎写。袂晓写，就是看别人安怎写，所以我就爱看拍远的故事，即个是为台语鸟遐 copy 过来的相片。毋过，阮兜拍远的故事是啥的？阮老母的，阮老母有一套拍远的故事，我拄则已经讲过，阮兜甲别人较无共，所以我的一寡资料是阮老母比我搁较早就有咧读啊，所以即套是阮老母有一套。过来就是陈瑞先的《乡土宝记》，我甲你讲，阮老母嘛有一本，所以阮兜有两本，一本我的，一本阮老母的。过来弘毅的《五度的空间》，就是即马咱咧读的，咱现主时咧读的，这就是先看后人安怎写。过来咧，我一直拢无讲到我安怎书写，毋过今仔日的分享其实是安怎书写，所以后段我就来讲一下我安怎实践啦。就是我伫社群平台。就试写一寡台文安尼。头起先是我拢无咧用社群平台，是因为有一届就是228的时阵，迄阵想要发文宣，我就看到下米伊就直接咧伊的 Threads 顶悬问讲，敢有店头家就是有所在愿意互阮放一寡3月册啦、高雄大屠杀的资料啊，若是愿意咧下骹会使甲阮留话。就足侪人甲回复嘛，我就想讲，哇，这嘛伤有效率啦。因为下米的即个经验，我就决定，安尼我嘛创一个，安尼可能较有效率，所以我就去创一个 Threads。我就想讲，好，这就是我的迄个口座，我就是用我的本名，就写讲大家平安，咱三甲书写台语，互台语豆豆生活化、正常化努力，就安尼。我就。有一天，这是你看，这已经是5月30，迄天我需要坐车、坐计程啊，我就想讲，我要来找，既然会当找台语，安尼我嘛会当找台派司机，我就拍一个找，我讲台派计程车运将，我要找台派计程车运将，请教咱遮敢有伫台南市区走的台派计程车运将大哥，也是大姐。通推荐互我努力，反正我就拍即篇啊，主要就是因为大家拢讲水顶悬有足侪台湾人，因看到消息，就是会互相奉上安尼，所以我就铺即篇。结果咧，真正有人甲我小解，就有出现一个人，后壁即个叫做 Amy B612的，伊就问我讲，即个安那？即个 Sammy Coffee，结果咧。即个人就是一间咧台南的一间咖啡厅，伊咧大罢免的时阵有支持咧伊的店内底放足侪罢免的物件，搁有特别注文讲，投互南北的人莫入来我的店。非得我后来就找到即个司机先生，感觉真赞，所以真正是有效的。这是我伫社群平台实践的。过来就是。我伫 YouTube 直播用白话字甲汉罗和网友开讲，就是我会去关心，这是其中一个直播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因是母仔囝，主要是这个倒手边这个张女士啦，张小姐，伊是为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所以伊有一寡观点，就是伊会当为迄个所在。分析讲我自细汉就是咧中共的即种控制之下，即摆来到一个自由的土地，所以有一寡想法，伊咧分析讲即款代志，伊就看对迄个中共的手段看出，我就感觉看伊的节目帮助袂少，所以我咧看的时阵，有一天我就想讲，我要来用
白话字，甲汉罗南写甲人开讲，所以咧，我用的迄个口座叫做 Chloe。Chloe 的 Top Cookie 这是我，所以我一入去就有一个人看到我，伊就甲我问讲，早是迄个陈撇伟有咧台中分村啊，你敢有当着伊安尼？这下骹拢是足侪人，因为迄个开讲室就是大家拢会使讲话。结果咧，这就是头一张就是伊讲的嘛。结果我嘛是头一个，我就甲回讲平安，我已经有台湾上勇的村仔，今年定着爱搭即张。我若是敢拍即摊，伊一定无人看有嘛，我就搁加喊落去哩，安尼。结果咧，伊就甲我回哦。伊就第三张，伊就回讲台湾上勇迄张真赞安尼，所以表示伊嘛看有嘛，因为我嘛有喊落嘛，差不多的意思。过来咧，就是有一个朋友，即个叫做 John T 的9753，伊毋知写了啥物物件，啊，我要甲学了，我就讲足赞，啊，伊就甲我回，感恩哦。咱拢知影伊要讲的绝对毋是迄个呢，伊要讲的是感恩，毋过咱就知嘛，咱就知影讲伊可能是就是用中语安尼汉字安尼写出来，所以我就甲伊写，就是甲伊拉塞，我就写感恩天，感恩地，嘛爱感恩咱老爸。啊，结果写做汉字的时阵拍字伤紧，结果拍做恁老爸，结果下骹伊就发现啊，伊就笑，伊讲恁老爸。啊，第三张我就甲讲歹势啦，我拍毋着字。结果咧，你看第四张，迄个人哦，伊竟然甲我回莫客气啦。我毋知影伊敢有学过白话字，还是伊叫是我咧拍英语，我无啥确定。毋过我相信伊是想要用我拍字的方式过来回应我，所以我嘛听会出来伊的意思就是要讲免客气啦，莫客气啦。所以我迄阵感觉足感动的，就是讲有效诶，就是我咧社群媒体安尼写，啊，可能有人看到。无一定大家拢有反应，毋过可能有人会甲你回，就是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经验。过来就是另外一个实践，就是我咧厝里和厝里的人喊罗南写，因为无法度全部白话字因会看无。头一个是咧阮家族的，就分享一个金祖阿嬷来讲故，讲即个故事足好听的，台湾人的50故事，其实敢若下即两个是白话字啦，毋过就是喊罗南，互因感受一下。啊，因嘛有法度理解，啊，过来就是喊阮阿母，我就甲阮阿母讲，感谢阿母分享，即马中国安怎，愈来愈济，就甲伊讲爱注意。啊，阮妈嘛讲 OK。就是豆豆啊啦，可能无法度甲因转白话字，毋过就是用即种方式，慢慢啊改变。啊，生活书写就是文学的根底，大家拢会使做，因为生活就是大家拢会当着的食食，咱的清菜，也是咱徛家，咱咧行大，咱娱乐，也是咱做工课，咱拢会使用各种方式。甲台语放咧内底，甲台文书写放咧内底，所以大家做伙来。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感谢收听，咱有缘线顶再会。好，我的这部分已经分享完啦，刷落来，我就是要甲时间交互咱的后一个讲者，因为咧，咱是安尼啦。两个讲者讲煞了后，会留差不多10分到15分的时间，互大家线顶的朋友问问题。所以咧，即摆我交互后一个怡欣伊要来甲咱讲，伊是误会的囡仔，伊是安怎误会咧？伊小等下来甲大家讲，即摆热热的噗啊声，吹落的欢迎怡欣。好，多谢小爱。安尼稍等我一下哦，我分享我的画面。请问即马画面敢看会着？有足清楚诶。小爱你雄雄继续害我
小可歹势，是不是？无你有够诶时间准备。当听甲就是真欢喜安尼。好，安尼我就先来，你要用转画面，安尼敢有转画面？有哦。好，多谢小爱。好，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依欣。我今仔日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今年5岁。大家可能会想讲，奇怪，看起来就是大人大种啊，哪会敢若5岁尔？对，这部分就是等下会好好啊，甲大家讲互真，说互明。对，伫开始之前，我先来答话头一个。弟邀请我来分享的时阵，其实我心内就是想讲，因为我本身毋是做代志先生，是咧教学科内底，嘛毋是一个专职咧做代志运动事工的人，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想讲安尼我会当安怎去分享，后来就想讲。我会使用一个科外即个角度，对完全对代志文无了解的状况，到即马即个状态当做一个故事，甲大家分享可能嘛是互共款即马当咧行即条路友志，也是讲准备想要行的会当当做一个例，也是讲参考可能咧行的过程中嘛会感觉讲袂孤单，因为有一个人伊嘛是安尼安尼豆豆安尼哭到即马会着，好，这是就是我的大话头。好，安尼就小可先讲，就是是安怎发展的。一开始我会先讲，就是出世进前，我是一个伫虾米款的环境生长大汉的人。这是就是5岁出世进前的即个状态安尼。过来就是一条经济进落去发生虾米代志安尼。过来经济进落去就会变异嘛，就是会出事对，即个即马5岁囡仔迄个时阵就出事开始学行到即个吸收学习参与甲做伴安尼，最后即个5岁的囡仔伊就找到家己的源头，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呢？安尼咱即马就来看。我是一个阿嬷带大汉的囡仔可能我相信在座幼稚应该嘛有真侪人是阿嬷也是讲带大汉的，所以我细汉的时阵阿嬷伊是无受过教育的人，伊是无受过日本教育，嘛无受过中华民国的士兵教育，所以对伊来讲，台语就是伊生活当中真时常咧使用的一个语言，所以我细汉对伫阿嬷的身躯边对前对后，真自然我学习到的，我听到的，就是台语，所以台语对我来讲，就是我细汉的母语。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台语就讲了袂歹，袂歹到啥物程度，就是我读幼稚园的时阵，就是我甲同学可能起冲突，我就用台语甲同学吵共交。为虾米要分享这件代志？就是当一个人你会当用一个语言去甲人冤家，还是讲甲人相骂吵架闹架的时阵，其实这个语言对于来讲是一个做自然的反应。所以迄个时阵我安尼就是甲同学吵架交，就代表讲台语对我来讲就是我的母语，就是我一个真自然、真直接的反应。对，我想要表达这件代志。对。后来就是去读册了后，开始上迄个国校嘛。自然就是受中华民国的教育当然阮的父母伊嘛是受中华民国ROC 的教育，所以阮兜甲小爱因兜是完全颠倒变的，所以真趣味。我拄则听小爱因兜就是做有迄个台湾的意识阮兜着对我来讲啦，阮就是一个做亲人的家庭阮兜感情其实足好诶
暗时拢会做伙食饭啊，阮就是规个伙啊，其实做侪代志拢会做伙，所以暗时食饭的时阵就会看新闻嘛。啊，看新闻就是永远拢是看中视，还是 TV 报社，就是这几台。所以，阮爸母就是会讨论政治嘛。啊，讨论政治的时阵就是会伫遐骂在野党，迄个时阵在野党就是民进党啊。所以我自细汉听到大汉就会感觉讲啊，迄个党外吼，就是拢咧黑爸母啦。做乱的政治做乱的，拢莫管，就是上轻松上轻苦，我就是好好甲我家己的代志做好就对啊。所以迄个时阵的我感觉家己就是一个政治小白目，就是政治拢无了解，啊嘛感觉讲啊，含我家己无啥地带安尼，对啊。唯一有参与政治就是投票的时阵，啊投票迄天啊，就要出去投的时阵就。早起阮老爸就会伫遐弄讲，起来投票，起来投票啊！阮出去投票就讲，要投几号？就讲总统几号，立委几号，议员几号，市长几号安尼，好，就安尼投票部队就是听爸母的话，投几号就对，就是几号。所以就是一个对政治无啥物完全无了解的一个政治小白吧，对，就是安尼。但是因为我自细汉就是对阿嬷讲台语嘛，其实我即摆回想起来，我在读册的时阵，我有几个家己感觉奇怪的所在，就是我会感觉讲，为虾米我细汉和阿嬷讲的话，的台语是安怎伫学校拢无咧讲，敢若大家就是拢无咧用就对啊，敢若转去阿嬷兜才会讲。虽然阮妈妈会真自然的甲阮讲台语，阮爸爸就较诚实用中国话甲囡仔去对话安尼。迄个时阵，我心内就会感觉讲，奇怪，为虾米有的时阵，咱咧写一寡可能入学，也是讲伫外口填一寡表单的时阵。有的时阵爱写民国几年，有的时阵又搁爱写西元，就是爱伫遐安尼转换，我就感觉这现象就是足奇怪的。虽然讲就是日本甲韩国应该嘛是有家己的即个年号，但是我就会感觉讲，为虾米袂当就是用同一个就好啊？我就换来换去，伫遐安尼算，淡薄废去。过来就是中华民国甲台湾是安怎有的时阵爱讲中华民国，有的时阵我搁讲台湾，这两个到底是差伫倒位？迄个时阵我就是感觉足奇怪的但是分袂清楚，嘛无特别去敲出讲是安怎会安尼，就是有这几个疑问放伫心内，对后来就是有一粒经济进落去是啥物经济咧？迄阵时阵咧读册中有拄着一个朋友，伊是一个台湾独立分子，安尼就真严重啊！台湾独立这4个字伫阮兜是绝对袂当出现的，因为这4个字就是伫阮兜就是感觉足恐怖的嘛是足负面的，所以我迄个时阵对这个朋友就感觉讲奇怪，伊是安怎是这个台湾独立派但是我甲这个朋友就是做有话讲的阮两个就是拢介意运动，介意大自然介意爬山迄个时阵就是有在讨论讲要去爬迄个雪山但是后来就是阮老爸袂互我去，不过第二届我有一直甲伊讲我要去，第二届就有成功第一届就是我无法度去嘛迄个朋友就甲另外两个朋友去，伊迄个时阵要去的时阵就甲我讲伊想要写一个布条放伫就是爬去你上顶悬的时阵，伊要摕迄个布条去翕相安尼我就想讲奇怪，这个人敢若足奇怪安尼后来因就真正成功爬去你顶悬我就看到伊就是这张相片，伊伫这个雪山的这个主峰伊就写讲台湾爱独立，历史爱还原
我看到这张相片的时阵，甲这个布条，我就想讲，到底为什么台湾需要独立？到底是什么历史需要还原？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件代志就是伫我心内种一粒种子，对。啊，后来这就是迄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啊，就是嘛是真热心啦，伊就想要甲伊头壳内底知影的代志，和我分享。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政治小白嘛，啊，嘛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啊，感觉就是遮的代志，敢若拢足恐怖的，啊，而且一个人自细汉到大汉，你的这个价值观其实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样啊。啊，当有一个人想要来去甲你改变，去转换你头壳内底的这个资讯的时阵，你会感觉足惊吓的。你会想讲，这个人是不是想要来洗脑我的头壳？对，迄个时阵就足白听的啊。所以嘛，毋是讲伊讲的，我就会想要相信。但是伊就是嘛是无放弃。伊后来就讲，无你家己去看册好啊。伊就推荐我2本册，就是这2本，倒边一本积月与思念对，啊，这本啊，伊内底就是咧讲228诶历史的代志，就是228发生的头前发生啥物代志，台湾人受到安怎的欺骗，安怎的对待，安怎的这个侮辱，生活过了做无好，啊后来228发生，国民政府又搁做啥物迄种做歹的代志啊。甲做者台湾人杀死。我迄个时阵啊，我的头壳内底受到足大的即个刺激，就是这本册。我看这本册的时阵，我家己感觉就是足痛苦的，因为一直甲我头壳内底价值观伫相斗，我就感觉讲，是安怎遮的代志，敢拢是真的？为什么遮的代志？我自细汉到大汉拢毋知影，为什么台湾的历史伫我的人生当中是一片空白？我才感觉讲，我其实完全对台湾无了解。啊，我就想讲，我到底有啥物资格伫遐话讲爱台湾，我关心台湾。迄个时阵，我就会开始感觉讲我是毋是爱来补课，补台湾相关的课？啊，另外一套就是书名学之上的这个考试书，这套嘛是足好看的。迄个时阵就是拄好工课到一个空站，就是咧休困啊，我就有时间好好来理解，就是我过去拢毋知影的代志，对。所以看这两本册了后，我感觉我的台湾的意识是为迄个时阵开始豆豆生出来的，生出来。因为做这代志，你第一摆听到、看到、知影，你会搁想要知影，就是搁较侪代志。你会想讲，安尼搁有啥物代志是过去我毋知影的，对。迄个时阵，苏明学之上2019年时，迄个时阵已经就是年岁就大，伊嘛知影讲伊家己可能要去天堂嘛，所以伫因地代代就办一场，就是革命者最后一堂课。迄个时阵我就有去，迄届我嘛是足感动的，就是就是看到这位前辈伊。自少年到今嘛，伊一直拢咧拼死台湾的民主自由，甲台湾人的迄个哪个台湾人的运动对对啊？伊伫因有做即个影片就是影片内底应该讲迄天我另外记伫书面学之上就讲。你若是生存伫台湾，你就是台湾人；你生存伫中国，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甲台湾人无共款，台湾人都爱拍拼，台湾人毋是中国是台湾，台湾人都爱拍拼咱台湾人的进步，如果讲台湾人拍拼了台湾才会前进，台湾才通有话和人讲，对，所以迄个时阵伊讲的这个话，就是互我有足大的即个鼓舞甲提示，对。伊讲台湾的进步爱由台湾的青年开始才会有效果，所以这会影响对我来讲就是足大的一个启蒙安尼，对。好，过来刷落来就是准备出世啊，就是开始学习语语这个学习语语的启蒙的关头是啥物？就是对一张贴仔来讲起，是安怎安尼讲咧？拄则大家敢会记得迄个对我影响最大的朋友，迄个人啊，即马就是阮翁吼，阮祖阮迄个时阵就是决定要进入人生的后一个阶段，就是要结婚嘛。阮两个就咧想讲，会当用啥物款的方式，甲阮两个想要传达的一寡对台湾的感情，还是讲想法，伫迄个场合会当传达互大家。阮就想讲，即个贴仔一般的人可能拢使用中文还是讲英语。中文对阮来讲就是无啥物感情啦，而且就是我自细汉读册时阵，我迄个所谓的国语就准烂的，安怎读中，迄个分数拢是上低的对。所以即马想起来应该就是我有即个台语母语的基因，所以迄个中国话就是身体自然的迄个白贴。阮两个就伫遐思考讲，就是即个贴仔是毋是会当加做一个按来讲象征还是安怎？就是因为做这个贴仔可能别人看来着淡着还是会输，但是阮希望讲这个物件会当有一个延续，所以迄个时阵啊，军创就是阮翁吼，伊就是想讲，伊就讲我要放一百单丁铺的话，我就讲好啊，迄就是即个阮的贴仔放大互大家看，就是阮就去网络敲吹做侪资料，最后阮两个决定讲要用单丁铺前辈100度叫满载而归，嘛感谢就是基金会做信任阮的，就是授权互阮两个会当使用安尼，对，因为阮感觉讲就是单丁铺的100度会当真符合就是阮结婚的迄个现场的迄个气氛安尼，嘛想要互大家熟悉咱台湾的国家，对。后来有群众就讲，我想要放迄个台文的诗伫顶悬，我找，就找着李清华的即个夫妻的即首台文诗，嘛做感谢李清华老师的时，就是做阿莎莉的授权，讲好，互恁使用安尼。因为版面的关系，阮两个就夹一寡内容安尼。对，既然就是拢有台湾的元素伫内底，安尼当然就是另外一面的即个主持嘛，爱用台文嘛。但是因为迄个时阵也未开始学台文，对，也未开始熟悉白话字，所以迄个时阵阮两个就是有一寡想法，就伫网络就是敲出讲看安怎会使用台文的方式来去表达，所以大部分拢是用汉语的即个表达的模式，因为可能大家安尼看嘛，可能较就是找一寡大家较熟悉的即个
汉语的原理来去做一寡排版安尼对，这就是阮两个即个甲台文相关的即个源头对。迄个时阵，阮两个阁有家己设计一个 logo，就是即个 logo 的意思就是，因为阮两个拢爱爬山嘛，这下骹是玉山，阮就共款甲阮两个即个名改用台文去表示。迄个时阵共款因为还袂学，所以就是就是用教育部的即个即个罗马字去表达。即个就是台湾的台文的迄个台，就是台文字安尼。所以咱就是希望讲，阮两个会当徛伫台湾即片母亲土地顶悬脚踏实地，有台湾的即个有台湾安尼包起来，阮两个就是做伙伫未来安尼拍拼对。拄则迄是电子版本这是纸本的，是请 AI 甲我就是安尼做一个就是安怎讲就是阮即马就是用一个亚克力的即个甲伊安尼扣起来，就会当当做一个状态的拍片安尼对。迄个时阵因为其实无学，所以即个计好红的即个红就是因为这小可AI 学生走进去，迄个红就是变做迄个红仔的红对，但是无要紧，汉字不要紧，家己安慰家己对。这就是初初接触台文的一个开始。迄个时阵，阮两个就在讨论讲有一天爱来学台文安尼，因为我会知影台文嘛是群创伊迄个时阵就是知影这个代志。对我来讲，迄个时阵知影这个代志。伊就甲我分享讲，其实台语是有字的。我迄个时阵听到这个资讯，我家己嘛感觉讲台语竟然有字，安尼我嘛爱来去学因为我感觉讲阿嬷甲伊的语言传承互我，我想要互即个语言会当去表达出来，对。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有感情的一个物件，对，做秀情。好后来就是对，就是出事对。后来有一天就是伫网络安尼买，嘛是买着有迄个基金，因咧开迄个下练档的即个台语读写基础班，就由群创做伙来去报名安尼。2021年的时阵，我就出事对，我开始学行对，所以上完即个基础班，差不多上18堂课，差不多是3到6点钟，对，就是学习上基本的即个阅读加写。迄个时阵也无download迄种拍字的软体，所以咧练习熟地的时阵，拢是用手写。用手写的时阵呢，就是一个句，因为迄个时阵就是有一寡词老师会讲你就是紧几个词，可能5个还是10个，你就登去写一句话安尼。一句话拢爱写作久的，因为就是一个词，我就爱随查字典，一个词搁爱随查字典，就安尼倒扣安尼写，所以真正就是迄落拍字软体真正加到好用的。后来就是学习完了有即个基本的能力，但是其实有完足欠迄个环境，互你继续去安怎讲，继续去进步，因为
基础班只是互你基础的能力，后来就是有优质就推荐我讲，你会当去参加读册会，所以后来就是有参加老台语叔叔的台语社，即马有望就是对因做伙继续来学习的。所以迄个时阵是2021年9月，我就开始参加叔叔老台语的即个读册会，迄个时阵当咧读陈明仁的台语文学选，抑阁有陈立生的乡书补记。我感觉家己就是做幸运的，有对着即个时阵的即个读册的即个节奏，因为阮咧读乡书补记的时阵，迄个时阵陈立生作者本人嘛会起来读册会，甲阮大家做伙读册。真少罕得有作者会当甲读者做伙来去讨论伊的作品，所以迄是一个足珍贵的经验陈立生嘛，应该讲伊做故事分享伊对一代志的看法，抑阁有写作的看法对，就是伫即个过程中，就是互我安怎讲，就是得到足侪宝贵的经验安尼。而且读册会内底就是我感觉老人足侪，就是内底有足侪毋管是伫教学内底，还是讲本身就是伫做台语文史讲运动的或者是可能对台语文研究都深的，就是我迄个时阵就是拢听大家伫遐讨论，就听到足欢喜的今仔日佫学着啥物，今仔日啥物书佫学着就感觉每一届的参与，每一届的学习，每一届的吸收，拢是我的养分安尼，拢是互我大项的养分。人生的作品嘛是足赞，等下后壁会佫小可分享过来就是2022年，阮这回因为感觉乡书补记即个作品真正是小赞迄个时阵大家就咧讨论讲，是毋是会当用声音演出的方式去互佫较侪人知影即个作品到底有偌赞，到底有偌需要去读，所以就是制作人伊就有招大家做伙，阮就做伙来做即个文学单元讲的 podcast。虽然讲因为大家时间就是可能有的时阵会无拄好，但是即马就是 update 的即个速度有较慢，毋过我感觉头前的几集嘛是足特别甲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拢是大家安怎讲，找时间去录咱本辛苦的制作人伊嘛做用心甲一寡音乐甲剪辑，变做一个完整的即个演出对，所以嘛是推荐互大家。过来我阁有参与迄个龙人专门课，迄个时阵因有即个嘛是台语文相关的即个广播剧的作品，嘛是有去笼统内底内容甲声音的演出。过来是2023年，就是有办即个单位文学节，嘛是去参与做书写奖。迄年开始录即个结合漫画的声音演出。结合漫画伊就是想要甲即个台湾的故事做成121个即个漫画，对，所以就是有参与即个作品。过来就是金武节。我即马讲的就是我的大汉的过程的年表，就是我有讲，就是有参与，还是讲谈我做伴，我感觉就是真重要的一寡大代志，就甲伊抓出来的。金武节是一个咱台湾在地的即个舞蹈的艺术家，因拢会吸收足侪
台湾本土的即个历史还是文化，甲遮个代志融入去因的创作内底，所以就是嘛是一个作战的创作者，就是嘛推荐互大家。啊，迄届伊就是有即个都市的设定，对，嘛有就是安怎讲就是参与因的作品安尼对，就是安怎讲，我感觉是因就是陪伴我大汉的对。过来是2004年啊，同款是迄个台湾媒体伊就做即个单类短篇小说的广播剧，甲内底的故事也是变做就是声音的演出，啊，我嘛有参与。啊，同款前几集伊嘛是逐档吼，拢有即个新的作品，对，所以大家我大家敢去 follow 因的即个名册，因的作品拢是都有因家己的特色的，对。过来2005年啊，同款有即个陈明明旁边的故事的即个新的录音，拄则小爱有讲到旁边的故事，迄个恁兜有即个找我真正做厉害的，尤其是恁妈妈，就亲像阮兜就完全拢无遮个物件，对，所以过来2006年就是今年，我就算会着，2021年到即马2006年，对呢，有好是5档，对，所以即马我对2021年进入到对台语母语的世界出世到今年拄好就是满5岁，对，就是安尼来的。好，今年有办即个台湾文学节，还佫有即个台湾通信35档的纪念展览，伫迄个高雄的文学馆。即道就是我嘛有去，迄个展览就是嘛是作战的推荐互大家。对，下骹就是有这3个台湾博览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也佫有当时2023年加入即个打到台语文学进协会，安尼写出来就是遮所有的物件还是组织，就是拢是伫我大汉的过程中，互我做侪影响的，对，互我做侪影响甲养分，对，尤其是台湾博览会，逐档吼，毋是讲逐档，因拢有固定咧办做侪讲座，也是讲就是活动，对，讲座我家己嘛会倒转去听，对，就是做侪知识伫内底，所以若是做推荐，就是有年时阵我就会去点来听，就讲好佳哉有遮个即个演讲，就是会互你感觉讲资源真正是做丰富的。过来就是我想要分享讲我家己对汉语行到地位里的一个心理的变化。一开始拄则跳到有分享的是拢是全部汉语嘛。迄个时阵2021年拄学习完台语台文基础班了后，其实对一个自细汉到大汉拢是学习中国语、中国话、中国字的人来讲，你就会真惯性用汉字，这是绝对每一个人拢会经过，就是汉字就是看起来较惯性嘛。对，迄个时阵我嘛是安尼，甚至我伫网络甲朋友讲话，我佫讲为着台语台文发明的汉字我会使，迄个时阵我也是安尼但是为虾米就是变成白话字的即个状况呢？因为后来开始参加读册会嘛，读册会是汉罗学用的，我就开始发觉到汉字的限制问题做大，而且大概咧读册时阵，就要想讲即个汉字到底作者是读啥物音，大家伫遐讨论甲解句无结果，对，所以其实若是讲用白话字去表达，即件代志就完全解决，而且记着就好啊。
就是即个大家应该拢有看过，做事上看到，就是若是下晡即个下用即个字表达，可能就会变成讲下晡下班坐车到下营下车，伫树下下机比关下，到底咧念啥着毋知影是啥物碗糕对无？所以若是讲换做白话字，就会真清楚嘛，就是讲下晡下班坐车到下营落车伫树仔骹行机比关家，对无？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对呢，白话字正是会当完全表达，就是保存原始的迄个腔口的方式，对，而且大家搁看即个，为着大家发明汉字，我会使，咱真正会使，这个字，原本这是我为迄个台湾通信35天纪念展览写出来的，我就想讲，这个字我敢真正会使，即摆看敢若袂使哦，因为我完全毋知影要安怎读音的，对，这是我一个改变的过程。好，过来哦，咱来看，小可想讲汉字甲白话字对我家己来讲有啥物款的真差，所以我就比较一下。若是讲基本的能力，汉字咱要用汉字来做基本的书写还是阅读，其实一般的人需要2000到3000个字，才有法度应付一般生活当中的使用。而且你自细汉，我为报考吗开始背，报考我背完，才过来背遐汉字，实在是真正迄个路真正足长的。咱若是讲白话字，你只要记26个字母，8个声调还是9个，你就会当去书写，你嘛看有，所以比较起来，敢若倒一个较简单，倒一个较好用。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拢有答案嘛。要点就是汉字伊是用记字的方式，白话字伊其实就是记规则，你就会当做活去应用，就是内底的文字。过来，你要开偌济成本？汉字咱即马基本教育是12档嘛，所以你上基本你就爱开12档的时间去学这个汉字。好，若是讲最后高中3年的汉字嘛抑个无啥物新的字，安尼至少嘛爱开9档，9档的时间囡仔拢大汉。好，白话字像我家己一开始学36点钟，差不多就是用迄个下班的时间去学，安尼可能就是3-4个月的时间。若是讲时间较有法度自由去使用，安尼可能一礼拜就会使啊。所以到底倒一个较好用，相信大家应该拢有答案。好，我感觉就是介绍大家一个好用的物件，就是这9天会晓学台语。拄则小爱有讲到下笔，这就是下笔吼，伊整理的，伊甲足侪资源拢放伫内底，吼，大家会当去使用，我感觉真正是好人一生会有好报。对，内底真正资源应有尽有哦，就是点入去吼，啥物物件拢有。所以为啥物叫9天？就是因为下笔的想法就是，你只要9天的时间，你就学会晓台语，你就学会晓台语。对，所以就是差遐济，对，迄个成本真正就是差伤济啊。好，甲大家分享就是即个图片，迄个2023年时阵，陈丽生为加拿大转来台湾，迄个时阵主办单位就办一个单日台湾文学节，对，就是大家做伙参与即届活动，就是做欢喜陈丽生转来，就着陈丽生对。最后一天咱陈丽生吼，佮有带阮去伊的即个
伊个学校，台南一中，为台南一中开始行大，咱着行大伊小说内底的一寡所在，对，就是感觉做怀念。过来拄则有讲到即个单类生的作品，参与即个龙人专门客即个单类小说的广播剧，伊就有甲这5本的即个短篇小说的作品，变做广播剧的方式。所以讲，若是可能对单类生的作品，第一摆听着的，嘛会当去听即个广播剧。搁配合即个册的内容去看。单类生用阮原教授讲的，就是单类生就是用文学艺术的即个力量在处理台湾人的创伤。即句话，我感觉就是家己做有感觉，因为我迄个时阵咧读甲台湾的历史。白色恐怖大屠杀遐个代志，我感觉家己每一摆读，拢是每一摆的创伤。但是，搁转来读单类生的作品，虽然讲内底讲着遮白色恐怖的代志，有关是做疼心的，有关做痛苦的，但是单类生的文字，就是真正有迄种疗伤的作用，对。单类生就是徛伫一个疼惜台湾心的角度去写遮的作品。我感觉单类生的作品，真正就是台湾文学的艺术品。有的时阵读单类生的作品，你会感觉敢若咧唱歌，有的时阵会感觉咧念诗，因为单类生伊真注重 melody。对，大概台湾单类生的作品，你迄个心内的即个感觉，就是会足久，迄个影响的感觉会伫你的心内愈探愈开，对。所以有的时阵我拢会常常想着，单类生的作品内底可能一句话，还是倒一拍的即个故事，我就感觉。就是，应该讲，心内就是伫迄个创伤甲疗伤的之间，一直伫遐找找迄个 balance 安尼对。而且这5本小说，伊毋是干那写历史，除了历史政治书写，搁有即个社会文化现象，搁有一寡。离病离地，甚至有即个超自然的题材、宇宙甲灵魂，就是做这所以其实台语台文本来就是会当摕来讨论万项代的，对。而且我家己咧读台文写的作品，甲中国话写的作品，迄个字字真正是完全无共款，因为。用中国话写，你会感觉讲，敢若甲你无啥地带，敢若毋是甲你有关系物件。但是用台文写的，你读出来，台语的迄个腔口读出来，你就会感觉家己甲台湾迄个连结的感情会足深的。对，过来是即个旁边的故事是陈美玲阿林生的作品，同款就是龙人专门客嘛有家己就是编做即个广播剧。下骹则是因为我迄个时阵有参与迄个广播剧的即个心得的分享，就趁即个机会，搁重新甲阿林生旁边故事即套作品，搁自头到尾，如果全部听一遍，如果全部看一遍，随时就想到啥物就先甲伊记录起来安尼，对。所以阿林生的作品伊嘛是共款徛伫即个人民伤害的角度去用作品对应治疗讲咧，因为
阿林先伊认为文学就是土地的即个生活，甲人民辛苦白听即个比例对，所以若是讲人民会当为即个文学当中去得到疗伤解郁的效果，安尼即个作品就是有徛伫甲人民共款的立场的台湾文学，所以即个概念甲陈立生相共，小可相共，就是因拢是徛伫想要为台湾人的创伤，也是因的伤痕去甲因疗伤解郁的一个角度去出发写这个作品，对，而且旁边的故事就是阿林生伊是用迄个庄脚背景的观点去出发，有对过去土地的关心，嘛有台湾人的善良甲单纯，嘛有写到男女的平等，甚至社会价值观，做人的意义甲教育的重要性，还有上重要就是对故乡的迄个感情的表达，对，而且阿玲这个作品伊拢徛伫都市的角度，去描写，所以对身为女性的我来讲，我看的时阵会感觉，得到就是足侪安慰效果，嘛有真侪迄个力量甲启示安尼。所以看阿林生的作品，就是心内是哪哭哪笑，个哪笑哪哭安尼。对。好，过来我想要分享这张相片。就是这是为迄个即马现主席萧烫烫当来伫高雄文学馆举办的台湾通信35档纪念展览内底摘出来的。这张相片就是互我有一个真大的想法，就是因为讲台湾通信有4个元素伫内底，就是火种、桥、田园甲舞台。其中桥即个物件，互我有真大启示，就是我感觉就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一个小小的桥，还是小小的经济，对，就是毋免讲去感觉讲家己敢若毋知影会当做啥物，但是你所有的想法甲你的行为，拢可能你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身躯边的人。你做的代志，你发的一个现实动态，嘛可能会当成做别人日后的一粒经济，就亲像迄个时阵军创伫我诶，即个政治小白目的即个生命当中，一个经济共款，对，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是敢若是3当前，我就因为迄个时阵我就是兴家己做散文，我就想讲安尼我会当为台语文运动做啥物代志，我就做散文去吹杀我想要表达的力量，就是即个双手就是台湾嘛，边仔即个是北欧，双手我迄个时阵想法的意思就是双手吹鼓应该讲一方面散文是手工制作，搁有即个双手吹杀的迄个概念，双手甲咱家己的母语文化蓝调调安尼，加即个 SAP 甲 SAK 散文的散甲吹杀的散，我就用一个布印的叶小叶甲旗做一个结合的，对。所以呢，我就想要甲即个物件成做我的结缘品，就是会当去互身躯边一寡可能对台语文无遐尔了解，还是讲无啥物概念的朋友，还是亲戚，互因当做一个接触的开始安尼。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印3张文宣，上倒边是白话字，中是汉罗合用的，上正边是
中国话。啊，我会甲这两张就是相面印，就一边中国话，一边汉语。安尼，因就会知影讲我想要表达什么代志。上重要就是希望因会当用这萨文吼，因为咱即马有关吼中华民国实名嘛，所以希望因会当用这萨文吼，把身躯的即个中国深入掉，逐工拢爱读吼，做一个正港的台湾人对。所以这就是我一个叫的方式，用即个小小的叫去连接其他可能也袂行入来的一寡朋友安尼，对，这就是我的 GMP。好，过来我要分享就是，我进前咧找资料时就看到即个文献，其实，一个实名者，伊要完全统治，伊上紧的方式就是消除你的语言，对，就是甲你的甲你的灵魂拔掉。所以，遮真重要就是即个官方的文献就遮写讲台语统一改做越南语，这就是咧甲咱台湾的迄个台湾区规个拢偷掉，所以就是真正历史袂当放袂记，历史已经爱记。若是讲一个民族伊袂记伊的历史，安尼即个民族就无未来啊。好，过来咧小可分享就是，我家己讲台语生活的利益到底是啥物？我开始台语台文用台语生活，用台文生活的这过程，我感觉我的知觉的能力变悬啊，智慧甲学问嘛有提升。是安怎讲？因为就亲像顶个月阿英分享的，伊讲耳仔拍开。这件代志就是我嘛是伫生活当中有在实践。我开始找找我的父母话，我拢用台语甲因对话。一开始阮老爸就是有完袂惯势，因为伊嘛有真严重的舌头症，就是舌头对囡仔拢讲中国话，教阮母就是讲台语，所以我就开始。不管安怎，我就是尽量有诶时阵会小可袂记，毋过就是想着就爱甲因讲台语啊，因就渐渐开始嘛惯势喊我讲台语啊，我就耳仔拍开，认真听因咧讲啥，我就感觉奇怪，是安怎遮侪词以前拢无听过，可能就是因为以前耳仔拢无拍开啊，我就会感觉足欢喜诶，就是。今仔日如果听到什么词，还是什么腔口，就感觉我阁学习着啊。因为阮爸母的腔口小可无共款，阮爸爸是北部腔，伊感觉讲伊才是正港的北部腔。伊大概安尼讲的时候，就讲无啦，逐所在腔口拢都水的，就是一个做迄个背骨的查某囝，对啊。有诶时阵，我就会问因讲，这是要安怎讲？因两个就会伫遐相弯，因为因两个讲法可能就无共款。因为我妈是较我宜兰腔诶，对因就伫遐相弯我就感觉讲袂歹做心实诶，看因两个伫遐正腔口，就会感觉即个语言就是感觉做活力安尼，互因就是若是当因诶。应该讲去使用因头壳内底诶即个台语诶迄个思路安尼。有诶时阵，我会因讲诶词我可能无听过，我就会随时用手机伫遐查，就讲你看真正有呢，你看而且1930年诶时阵就有啊呢，你看这白话字就安尼甲因点一个安尼。我家己就是有一个手机诶 memo。
若是听着我毋知影诶，我就紧甲记起来安尼，就是还是讲录音，讲妈你给我讲一遍，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嘛增加就是阮兜就是家己诶迄个互动，感觉嘛是足济诶。啊，另外一个利益就是你旅游诶时阵，你袂互当做中国人，啥怎讲？因为大家去旅游诶时阵，中国人感觉。看到黄皮肤、乌头鬃诶，就是中国人，真正足讨厌诶。所以有一摆，甲阮翁去日本，阮两个就讲好讲，就是一定拢爱记得爱讲台湾话，爱讲台语。结果啊，阮迄个旅游诶过程，完全无互当做中国人，小赞，大概一定爱迄落，会当记起来，就是咱身伫台湾惯势讲台语，安尼出去就袂互当做中国人，真诶对。过来是即个保存台湾诶特色文化甲意识，这三项做伙讲，你若是会当保存你家己台湾诶特色，你就会增加你家己诶自信。你就会当做一个有魂有体诶人，袂亲像我拄则头前，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稻草人，因为，爸母讲投互啥就投互啥，我无家己诶意识，我无家己诶想法，我无家己诶主张。但是今仔日我教大家生活，我有家己诶特色，咱有家己诶文化，咱有家己诶意识，咱诶自信就会咻增加足济。对，咱就会当做一个有魂有体诶人，而且愈在地，你就会愈国际。啥人讲？因为相信大家拢有听过一句话，因为世界袂去记一个模仿别人诶人，世界会去记一个有家己特色诶人。对，就亲像王友德前辈讲诶，台湾话就是咱台湾民族诶灵魂。对，而且，你要互世界看到，你爱先熟悉你家己，先了解你家己，你才通正做你家己。甲亲像头前苏明学之上前辈讲诶，你家己爱先拍拼，咱台湾，咱家己先拍拼，咱台湾才通有话和人讲。对，最后就是找到家己诶根，是安怎讲诶？就是甲大家分享即张相片。其实有一个笑话啦。我其实家己时间记毋着，就是顶礼拜诶迄个时间，顶礼拜礼拜拄好是即个7月12号。7月12号是啥物？141当前，就是1885年，拄好是即个台湾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发行诶迄天。对，迄个时阵我记毋着时间，我记毋着时间，我想讲哇，那会遮拄好。毋过无要紧，虽然是晚一礼拜，咱就是赶快会当来看即张文献。遮就讲着啊，咱小可念一下哦。遮就讲可惜恁本国诶字真恶，遮就是咧讲汉字，因为迄个时阵，台湾足少人捌汉字。足侪前面有诶，基本上足侪人，因拢无法度去，安怎讲，无法度去熟悉文字，所以因就无法度去读其他知识诶物件，所以因就主张讲，本国诶字真恶，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设别面诶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嘛。你看，遮就有写讲，互你正人看较快吧。再来看最后一句，遮亲像安尼，恁就会晓得读即号诶教会报、甲外册、甲信册，毋望恁诶道理若亲，恁诶德行若招比。所以，若是正人会当真快捌遮个字，就会使去读其他诶知识诶物件，安尼就会当甲知识传落去。对，所以
即件代志就是，互我嘛感觉讲，着白话字真正，迄个时阵的台湾，就是拢咧用白话字去记录台湾，去书写台湾，去教育，去生活，而且，搁今年我搁发现一件代志，就是拄则讲找着家己的根嘛。有一摆伫家庭聚会的时阵，因为敢若是咧开讲，我着想要找找搁较济，甲我甲家己甲台湾有关系的代志，我着问阮老爸一寡以前祖先的代志，敢若是摕一寡古相片，伫问讲，这是啥物人啥物人呢？因为我想要，搁较入脉因安尼，结果毋知影讲着啥物。袂记讲啥物啊，我着一边听阮老爸讲，一边查网络的资料，结果就是竟然发觉着，阮的太祖，阮爸爸迄边，阮的太祖，就是阮爸爸的阿祖，伊以前就是伫淡水教白话字的，我就想讲，啥物？这代志我即马才知影，我就会感觉讲，哪会遮拄好？就是迄个时阵太祖伊就咧接触白话字啊，甚至伊嘛伫教学白话字。我即马伊若是讲伊算是第一代好啊，安尼我就家己互我家己是白话字第5代，我就想讲安尼。即马我搁甲迄当时太祖咧使用的文字捡倒转来，我家己心内是足激动，嘛足感动的，就可能是太祖想讲即个敢若孙，逐工可能拢有来我身躯边，安尼你爱学白话字，你爱学白话字，讲双笑，对，就是感觉。即个缘分足奇妙的，而且嘛感觉讲好佳哉，有足侪前辈甲遮的物件留落来，互咱后辈会当有法度有资源，甲遮尔珍贵的物件捡倒转来。毋过想要讲一个历史，就是因为阮阿公、阮爸爸因拢无机会，就是知影白话字的即个历史的代志，因为呢，1969年的时阵，咱迄个国民党政府伊就禁止讲用白话字发刊即个报纸，伊无爱互你用迄个白话字发刊，你所有的人就是拢爱用中文发刊，对，伊就是要甲你家己的即个意识，安尼。太掉，甚至迄个时阵，因要吹杀啥物国语政策，伊就讲恁遮这拢是违反咱的国语政策。因搁甲1970年代迄个时阵，长老教会因甲天主教共同翻译的迄个红皮圣经，全部没收2200本，全部。摕去烧掉，伊就是要断咱的语言的根，因无爱互咱有家己的意识，伊无爱互咱有家己的即个文化，对，这是用 AI 做的，所以内底小可糟心，对，但是虽然因安尼做，过141天了后，咱即马有缘。有法度甲遮的物件搁捡倒转来，这是咱的文字，这是咱的文化，这是一条就是也袂断去的线，所以嘛是真感谢，就是足侪前辈安尼拼死甲遮的物件留落来，互咱会当继续去对。好，时间小可超过，最后。我想要讲的就是，我感觉人生就亲像在斗道共款，
主要有讲到王玉蝶前辈讲，台湾话就是咱台湾民族的灵魂。假使今仔日咱无咱的台湾话，咱无咱的台湾字，安尼咱遮空，咱是毋是就变做一个无魂无体稻草人？是毋是安尼？所以咱甲咱的台湾话、台语，咱甲咱的台湾字、白话字，伊是成做咱人生的核心，因为有这两项元素伫这片土地去生产，咱才通成做咱家己的历史、文化、意识主张，最后演变做咱家己的民族，去做咱家己的国家。安尼，咱先有咱家己，咱才有咱人生完整的地图。所以，就是最后咱做伙，做一个有灵魂、有历史记忆的台湾人。送大家，最后送大家，甲大家分享一句，蔡培慧讲的，我上爱的一句话就是“水啊好啊，咱台湾，咱做伙继续打拼”。以上就是我今年5岁的分享，多谢。感谢伊欣，水也好啊，咱伊欣，水也好啊，咱台湾。水。我相信伫线顶的朋友一定有问题想要问咱，所以咧，我就借这个时间，搁来甲咱的活动放送一届，嘛互较晚才入来的朋友，搁有淡薄仔时间会当知影咱的资讯。啊，线顶的朋友，咱好好想要问伊欣，阁有我啥物问题哦？咱可能敢若会当开放过一个问题哦。好啦，无甲恁吓惊，尽量问啦。好，咱的活动，咱台文博览会，逐个月拢有全台语的讲座、台语文课程，阁有台文的读册会。咱7月有啥物款的活动？就是咱即马上重要的，拄则伊欣嘛有了解到的。咱2026台湾文学节，这个文学节的展览咧有2个月遮尔长的时间，所拜大家暑假欢迎来到高雄的文学馆来看咱的展览，来认捌咱台湾字的历史。真正有足侪是咱毋知影，咱的去看的增加足侪知识的，搁较侪的资讯。包括咱目前募款的计划啊，搁有咱有啥物方案，有啥物送啥物礼物，请扫倒手边下骹即个 QR code 扫入去就会看到足侪资讯。搁来，陈雷生的作品和陈雷生作品开讲，咱2礼拜有一届，拜四会有2点钟，头1个点钟会有讲师小解作品。第2个点钟会做伙开讲陈雷生的作品，拄则咱已经知影陈雷生是咱台湾文学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家，所以读伊的作品，阁有人带咱读，实在是足享受的代志。欢迎大家做伙来读。咱逐个月拢有系列讲座，所以后个月嘛会阁有。咱逐个月第2甲第4个拜一。8点到10点有台湾文学读册会，现主持咧读的是中生代作家杜信良先生的《放毒小说》。这本册是汉罗南写，所拜朋友，你若是无白话字的基础嘛，欢迎做伙来读哦。啊，你若是已经会晓白话字啊，欢迎你来。逐礼拜3的找台语读册会，咱即马咧读的是张如虹教授写的。弘毅的5度的空间，这本你若是买着上新版的第2版，逐篇拢会有 QR code 会当扫入去，听着真人朗读互你听，就赞的啦。过来就是陈雷生的乡土宝记读册班，君娜先生会带大家做伙读，袂讲咱袂讲家己一个人读，啊袂晓，佮毋知影要安怎，大家做伙读较有伴啦。过来。咱有甲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做伙合办5个读册会，有趣味的朋友欢迎到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读册会买奖页参考哦。好，以上就是咱咧做的代志啦，
欢迎大家来支持咱，做伙来吹沙，台语正常化、生活化。好咧，安尼即马线顶的朋友是毋是拢已经想着要问啥物问题啊咧？因为我甲怡欣拢有做输小姐的经验，所以若是无人问，阮两个就会家己做家己的，家己做对方的衫裤啦。我甲怡欣问，怡欣甲我问好啊。好，来看卖，敢有人提出啥物问题？我看到夏美先生问，伊讲想要问两位讲者，恁台文经验转变拢遮大，拢真大，毋知恁感觉一般人会有啥物动机会起手起手写台语，起手写台语是无？一般人有啥物动机会起手写台语？我阁讲一摆哦，想要问两位讲者，恁台文经验转变拢真大，毋知恁感觉一般人会有啥物动机会起手写台文？好，怡欣敢要先来回答即题。我感觉就是爱先了解你家己的历史，因为我家己就是为台湾的历史先入捌，才行到台湾的这条路，所以我感觉就是足侪人可能在找家己的中间拄着足侪问题。啊，若是我会甲因讲，你想要找着你家己，你爱先了解你家己的这片土地，了解了后，你搁去了解你家己的文化甲语言就是有关系嘛。所以，我感觉就是我是想要找着我家己，我才会想要写台文，才会想要讲台语。这是我家己的个人的观点。所以，即马其实足侪人。敢若拢有，对家己的认知拢有小可的疑问，还是讲，对家己的人生有，毋知影要安怎行，安尼就甲因讲，恁先来看即个台湾历史的册，你就会找着你家己啊，找着你家己，你就会想要写台文啊，这是我家己的看法。好，小爱换你。我拄则有想到一件，就是嘛是对怡欣的经验，互我一个想法，就是交朋友，尤其是不管是查甫爱查甫的人交查甫朋友，爱查某的人交查某朋友，就是交友，咱若是有一个台派的交友有无？台派的交友软体有无？我感觉这应该袂歹吧？会使呢，对啊，就是嘿，咱无硬规定讲来遮的人一定爱写白话字啊，若毋过咱规个界面拢是汉罗蓝写，就是来遮的人就是台派，当然有可能有假台派啦，毋过这应该嘛真好分别。我相信有足侪在意，就是想要找台派朋友的人，应该有吧？你感觉咧，怡欣？台派的绝对有啊，但是即马是讲一般的人。一般人若是毋知影是伊是毋是台派，对无？动机我感觉就是迄个谈恋爱是一个动机，就是交友软体。即马交友软体遮尔济，咱要安怎甲台语文用入去交友软体咧？这个想法敢会？袂，我感觉这个想法真实用。对，毋过毋知影安怎实践，才甲下美做伙讨论。嘿啊，我想讲一般人的动机因为一般人的动机可能嘛是甲生活较有关系吧。对，爱甲生活有关系。嘿啊，若是无法度趁钱，真正就是变做迄个情绪，互因迄种起毛字感觉好。情绪价值。对，就是用台语，也是我用台语会当交着朋友，也是用台语，互我家己感觉自信，感觉赞。对，我家己的感觉变好啊。对，
可能这是一个动机，无我实在毋知影要安怎说服一般人，因本来中国语就了好好，因嘛无感觉，因就一直感觉国语就是因的国语就是中国语啊，嘿啊，咱无甲因讲其实是中国语，毋过因就应该好好，所以我是感觉可能是，互因真实的迄种价值，也是交友的即种。改变做一种交朋友的法度，就无得靠着找着一生的伴牵手，亲像伊欣共款，这真正是足浪漫的故事。小爱，我想要问你，就是你拄则有讲，就是你想要对你的迄个孙仔讲台语啊？我毋知影我是家己无听清楚，还是无讲着，就是我想要知影讲，你想要对因讲台语的背后的迄个动机，还是想法是啥物？因为我希望即个语言，因为即个语言若是阮老爸伫的，阮老爸一定会甲伊的孙讲台语。啊，毋过阮老爸无伫啊嘛。啊，阮妈随某嘛是会甲囡仔讲台语，毋过阮妈较无遐尼坚持，伊嘛是会定定互囡仔牵去。啊，我感觉即个部分我就会使补足，就是我希望即个囡仔伊生出来咧台湾，至少咧阮兜台语是生活的一部分，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因为一直甲我讲台语的是阮老爸。啊，我感觉，什么人对咱讲台语，就是对咱讲台语的迄个人，嘛对咱对即个语言的感情有关系。就是迄个人，就是对咱的影响足大的，咱对即个语言自然就会感觉讲，即个语言是真重要的。我是安尼感觉啦，所以我拢甲因讲台语。虽讲即摆已经有一阵时间无倒去台中啊，毋过因雄嘛是会忽然间拼一句台语出来，就是真正拢爱甲因。持续有咧讲啦，才袂袂记诶。人拢是安尼，囡仔嘛是。对，我感觉就是要放弃，要放下做简单，但是你要坚持，真正是需要做拼事，在做即件代志，才有法度。对，所以大家拢无简单。对，就是咱就是有一群朋友安尼做伙行，就是会当行较久长，就较袂感觉孤单。所以线顶的朋友，咱拢是友谊，咱拢是咧参与即个台语文生活化、正常化的其中的一份子安尼。对，大家拢是重要的、最重要的角色甲成员。无错，安尼咱今仔日的讲座，我想就是到遮做一个结束。好，咱后个月线顶阁有讲座，线顶后个月就是我的先生考过伊会来讲，讲伊的故事。欢迎大家后个月继续收听，咱就到遮再会咯。多谢大家，再会。再会。